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1日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陈怡芝。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中国连续3天军演，总统蔡英文批评中国起无空，若美国和中国军机有伫天顶相对架。台北内湖昨暝有一个50岁查甫人，红大15枪，加在无性命危险，目前也未抓着嫌犯，动机还佫爱调查。联合国预估，上近今年4月，印度人口数就超过17亿2000万，比中国佫较济，成做全球第1名。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中国连续3天伫台湾周边军演，出动航空母舰山东号，一天就派军机扰乱台湾91抓，其中有54架是下过中线，甲咱西南、东南空域，创下上济纪录，互台海情势是变佫较紧张。总统蔡英文批评中国起无空，概无负责任。若针对中国大规模军演，美国嘛有咧监控，因和中国的军机是伫天顶做对头、相对架。中共国会相关台海紧张局势，3天的宽台军演落幕，包括中共航南山东号头一届参加操演，战防机无机轰炸咱关键基础设施。国防部嘛查到共机91架次扰台，其中54架次分别为北中南超过海峡中线、西南甲东南空域，双双创下新高。再各派26架次扰台，各加9架强舰伫台湾附近海域。对这代志，国防部强势回应，舰比绝对袂放零。无论是出访友邦、过境美国。和国际友人交流，不只是行之有年，更是台湾人民的共同期待。然而，中国却借此发动军事演习，造成台湾海峡与区域的不稳定。这不是一个区域内大国的负责任态度。蔡总统谴责中国无负责任的态度，也肯定国军守护领海领空，即时应对认知作战。朝野立委11个发声明谴责中共，要求停止对台武力恐吓。中国当局以军事演习为手段，欲阻止我国元首外交，屡次伤害台湾人民感情，严重威胁区域的和平安全。共同签署对中国大陆、中共当局的这种做法表达谴责之意。针对中共既然大规模军演，美军嘛派侦察机、加油机持续监控，美中互人记录到军机空中对象的情形。另外，美军 P-8A 海神式巡逻機11日伫台湾列岛外海出現，因為關度僅1500公尺，互人解讀是偵察中共的潛水艦。That we have in place in the region sufficient resources and capabilities to protect our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in the Indo-Pacific. There's no reason for tens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o devolve into any kind of conflict. 对于法国总统马克宏叫欧洲莫干涉台湾议题，避免捲入美中衝突，科比回應美法有強大人民加真好的友誼，確保兩國會當安全。記者綜合報道。中國軍演昨拄煞過，美國甲菲律賓今仔日雖宣布要聯合演習3禮拜，攏總有17600個軍人參加，是30年來規模上大的，反正中國意圖是真明顯。另外，中國軍艦想要走入來咱24海里的鄰接區，外界認為中國就親像下過台海中線同款，想要甲國軍的守備範圍逼退後。美國、菲律賓12正式宣布在南海展開3禮拜經邊境聯合演習，這項年度軍事操演有17600個軍人參加，人數是去年2倍，也是30年來規模上大的美菲聯合操演。第一擺演練海上時段，美菲軍演的時間點都是中國寬大軍演結束，聯手反制中國意味真高。In this, the 38th iteration of Balakatan, Philippine and U.S. forces are coming together in large numbers. Approximately 17,600 participants in total, demonstrating our commitment to each other and to our mutual defense treaty. 日本在中國寬大軍演期間，保持中共航南山東號演練艦載機起降注意強軍動態。日本防衛大臣平田正一也對台海情勢表達關切。中国は今回の訓練について、台湾独立分離主義勢力が外部勢力と結託して挑発することに対する重大な警告である旨述べていると承知をしており、中国が台湾問題で妥協をしない姿勢を示したものと考えられます。中軍在軍演期間出動900隻強機繞台，海上也強艦掃礁，尤其強機已經無過海峽中線，強艦佫想要衝入台灣24海里的鄰接區。
中国要大小火箭免轻视提关日头，后代海内海化威胁国军经营安全地带。甲时阵今年靠守24海里临界区、12海里领海的两道红线。12海里的领海跟24海里的临界区是一个必须要守住的2个阶段的防线嘛。那当然前面还有缓冲区啊，包括像海峡中线或什么的。那共军既然加大在这边的压迫，那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往前推到接近中线的部分去对抗他们。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倒是没有到来去自如的程度。前空军副司令赵元廷指出，中央选启用军宪甲海事执法交代，学者建议邀请特约会馆等个部队协助，佮向美国组织特约军舰支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大澳的空灵路昨暝发生枪案，有一个50岁姓王的查甫人去互大15枪，加在是骹腿着枪，无生命危险。受害者讲无甲人结冤仇，嘛无熟悉开枪的人。不过，警方调查发现，这个嫌犯犯案进前挑工换穿外送员的外套，而且车牌是假的，所以目前也未抓到人，动机嘛阁爱调查。查甫人手插伫落地啊，穿外送员制服，半暝行入去高级主题区，挖近一个查甫人，连开10外枪，受伤人行路一摆赶紧到警卫室求救。晚上听到枪声啊，看到就是警车啊，警察就来了。代志发生伫台北市大澳空灵路的巷仔，50岁姓杨的查甫人受伤，以前是电视节目工作人员。伊向警方表示，生活真单纯。实在暗时10点外，拄着嫌犯问路，过几分钟，佫拄着，就问一句枪散线，想要到就会开枪。被害者家属强调，双方无冤无仇，无熟悉。目前我们发现他来返线都是穿着黑色的一个衣服啊，那到达犯案现场附近的时候才换上外送员的一个衣服。他的逃逸方向是从这个康宁路3段往南逃逸。嫌犯骑机车逃走，警方调查，伊不知变做车牌，佮故意变装犯案。不过，姓有查甫人着枪是随机犯案，或者是纠纷顺受，抑有真侪疑点要去调查。台北市长蒋万安下令爱彻底调查，要求伫上短时间内破案。另外，附近的新北市也无边境远警巡逻梁维平意外查到改造枪。有把枪啊！保险没阿关。车内超出散弹枪，已经装枪支。36岁姓江的查甫人表示，是要来装他用的，不过为倒位买，只是讲向别人买。全案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新北地检侦办。台北市半暝传出枪击案，新北市阁查到改造枪，也效果来乌枪犯的问题，阁引起关心。记者综合报道。全面普发现金6000块，全台湾有超过26000台 ATM 拢会当领钱。不过，即阵有一个查甫人伫新北设置一台 ATM 免领6000块，系统说讲钱已经登记入口座啊。这个查甫人是经报警察，不过数位部表示这笔钱还未拨出去，所以会当重新登记去 ATM 或者是改要去邮局领拢会使。将防诈骗宣传扛棒摕一手，拄到要提款的民众就赶紧做提醒。政府普发6000 ATM 领现金，警方进行加强巡逻。因为一名姓简的查甫人查找到新北设置的 ATM， 想要领普发6000，想要到数字资料了后，荧幕所显示已经登记入数过啊。依随报警，警方甲财政单位追查，钱是互登记到中华银行的口座。当事人他是有跟家人询问。那他是说家人都没有去彰化银行开户，所以包含他本人跟他的家人名下都没有彰化银行的金融账户。警方表示，姓简查甫人的身份证进前摆互偷用过，所以该身份证之后换新的身份证了后，伫网络上办过贷款，佮将身份证甲健保卡翕相传互对方，怀疑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才造成证件互冒用登记。目前警方正在继续追查厘清。财政部表示，登记入口座有严格检核机制，登记日效使用的口座、身份证字号、健保卡号3方面拢爱共一人，所以钱并不互领走。没有被领走啊，所以没有被盗用这样的情况。没有。登记入账这个系统在合用，我当然不会开放其他的管道领钱啊。有人拿到你的个资，他还要拿到你的账户，还要能够从你的账户领钱，才能做到这件事。数位部表示，因为并无拨款，当事人已经会当重新登记 ATM 去领，还是11起到邮局、临柜拢会当领。另外，为了和民众加紧领普发6000，登记入口座2点空板上线，民众只要伫登记伫迄天暗时6点之前完成，6000迄天就会当入口座。若是伫登记伫迄天暗时6点了后才完成登记，是会伫过当天入口座。记者综合报道。
南部最近内岛高滨溪烟花是经开水井，所引起高雄、屏东抢水的争议。行政院长陈建仁甲经济部长王美花落南视察，讲会加挖10口水井，确保水有够用。不过科花嘛已经产生灾情啊，即阵孙啊都要大出啊，而且5日节搁要到啊，按算需求量会大大增加。不过家己所有袂少得拿徛黄打脸，有太农民的心血是拢总乌有去。南部水情严重，毋但一般民众热爱用水，饭店嘛同款。柜台人员办弯大扫手上，嘛甲旅客宣传爱省水。用淋浴的方式来代替泡澡。高雄3月底水情灯号到柑仔色的灯号开始减量用水，根据水公司统计，也是有一寡用水超过1000度的无依照公告省水之城。观光商业者的非工业用户有216户，洗车业有113户，其他工业游泳池甲三温暖，原来有一寡无达到标准，拢总382户，无合格率达到4成。水公司4月中要搁再比对，若是无合格，要强制省水。连续2次未达节水目标10% 的话，本公司就会安排来做这个签封，让用户这个进水量减少，强制达到节水10% 的目标。大雨唔来，高雄敢来等赶工乌水井。行政院长陈建仁甲经济部长王美花等人在意视察高滨溪乌水井的进度，因为高滨地区进前因为跨区调水问题引起抢水争议。王美花表示，会加挖10个水井，拢总60个来运用，会持续协调调水问题。凿出来水井怎么样也可以供屏东使用。多余的水也可以来提供给高雄使用。那我想区域调度是我们长期一定要做的情形。除了乌水井，闸门水库暂定4月中搁再放水到乌山头水库稳定供水量，到时阵闸门跳水率恐惊降到1成以下。南水局是讲，目前水量会当稳定供水到至少5月底。不过受到欠水的影响，家己真侪竹林已经开始出现灾情。那现场看到整个大概大面积的这个竹笋受到旱象的影响非常的严重因为笋当得出5日节也要到啊，竹笋、竹叶大范围打气，互竹农的心血拢去了了。农研署这单位已经前往大林镇勘采，承诺会赶紧回报农委会，争取灾害救助。记者综合报道。北南休困日啊，国道5号刷刷崩坑，常常就塞车塞到半暝。宜兰有议员就建议讲，民众若行北基公路，都提供因电子收费 ETC 的价金，鼓励民众分流。不过交通部长王国材无认同，高公局嘛讲过去就捌办过抽奖，鼓励分流，不过效果是真歹，所以这个想法应该嘛无较绝。假日出去佚佗，国道拢会塞车，尤其是国道5号细线隧道，常常塞甲变大型停车场。准讲伫入口实施管制，也有高承载等等，车也是无减少。啊，毋过往回台北宜兰其实也有北宜公路通行。即马地方议员提出解决的方式，设去北宜会当有好康的。2倍不想走，3倍好像可以走，4倍可以走哦。最高4倍来讲，你100辆才多少钱？如果我可以分流5000辆。1天200万，200万可以解决掉一个高速公路的问题。那我相信交通部他很愿意做。话讲行北宜送好康的，伫台九线真侪出入口设 ETC 系统，按照里程数送 ETC 托特金，每公里2块至4块，毋但会当解决塞车问题。当地议员阁讲，北南石碇的观光嘛拢有好处。准讲要塞伫国道5号，不如行北宜公路，毋过民众敢肯改行咧？会啊，你花在雪隧的时间、油钱，它又有回馈，它又有风景可以看。那个一点点钱哪有用？你知道你要走那个宜兰那个高安闸不会站，那个更难走。倒不如说把那个雪隧的限速把它提高之后，这样子还比较好，比较不会遇到一些什么龟速车。民众看法无同，公路总局是讲，若做有效就赞成，不过高速公路局爱同意，因为 ETC 是因伫管。不过高速公路局是回应，想要进行有困难，对于经费使用嘛提出疑虑。这些 ETC 收入的基金用途，它只能用在国道上的新建跟营运养护等等这几个主要的项目。那至于补偿回馈的部分，那这个可能就是跟我们的使用目的不太一样了。这部分我们就没办法做其他额外的用途。我们还是朝现有的我们道路的，还有包括铁路的这个基础建设来持续来加强。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将无考虑高速公路局也讲无法度，高激励，较早捌办过抽奖鼓励分流试效果，结果效果有限。
细线隧道塞车恶梦也是犹太解决的难题。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出现今年头一个带病入境出门的案例。这个查甫人3月捌去泰国佚佗，4月搁伫咱台湾东部旅游3天，因为毛仔真高月，搁有可能会致命，所以目前地方政府正咧调查行踪，可接触者。出国旅游当咧往也爱做好防疫措施。疾管署11公布，国内出现今年头一个带病入境的毛仔案例，是一个北部30多岁的男性，3月17到22伫泰国旅游，4月初3发烧，初5出毛。因为毛仔传染力真强，致使死亡的比率有5%到10%。这个个案4月初搁有到宜兰、甲花莲佚佗，目前地方正咧做调查。花莲跟宜兰有下榻这个饭店在居住，所以也都已经有跟这个饭店这边来进行相关的疫调跟卫教。发烧啊、鼻炎、结膜炎、咳嗽之外，那后续会出现从头部开始的一个红疹的症状，延伸到躯干、四肢，最后是全身5%到10%的患者，有可能会出现就是细菌性的感染并发症。流感的疫情也当咧传，顶礼拜增加3例死亡个案，拢是70多岁有慢性病的个案，未出现症状到死亡只有1礼拜到2礼拜。另外，还有8例的重症案例，年龄为10多岁到80多岁。疾管署表示，目前流感的疫情也搁咧观点。针对65岁以上的长者、婴幼儿跟有高风险慢性病者和孕妇，那如果有出现类流感症状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是不是有呼吸困难、急促或者是发干缺氧的这个重症的征兆，如果有的话，一定要尽速的就医。高主疫情方面，顶礼拜新增加2例本土案例，分别伫新北市甲高雄市，无排除社区有乌数，呼吁高风险族群会使上网络登记高主疫苗。另外，新的隔离措施已经甲地方政府达成共识，13会参民间团体沟通，上紧18公布新的方案。记者郭文社区林台北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过去有统计以来，中国的人口拢是全球上济排第1，人口数和排第2的印度拢超过14亿，两国加起来是超过全球的1/3。不过，中国去年出现61年来头一届人口负成长。联合国预告，上近今年4月，印度的人口数就会超过14亿2千万，拼过中国。这个退休的老大人让中国国旗唱因少年时代捌唱的红色歌曲，想起这首歌响遍街头巷尾的文革时代，中国总人口数领先其他国家真济。根据联合国人口统计专家的讲法，为1950年有统计数字以来，中国的人口就连续排头1名，到今嘛已经超过70年。总共伫邓小平阁出来掌权推动改革开放加一体化严格限制生育以来，中国总人口排名世界第1个位。嘛无任何一个国家会当挑战，一直到进入21世纪第2个10年，情况才开始有变化。这离北京几6000公里外，印度北部的阿坎德邦，大阵印度民众跳入河内参加宗教祭庆的活动，为空中翕的画面，都会当看到，无论是宗教仪式，还是大选前的民众集会，拢会当看到人行人的画面。印度人口伫2001年突破10亿大关，2011年也就是到目前为止最后一届人口普查结果，人口总数超过12亿1千万。原定2021年要进行的普查，因为新冠疫情延期。不过人口统计专家根据各方面的数据，建立统计推测模式，而且上近2023年4月中，印度的人口数就会超过中国，变做世界第1。美联社引述的分析指出，重点不是倒一个国家人口上济，是人口结构。印度的出生率比西方率较悬，中国拄啊倒并，使得中国人口持续高龄化。准讲中国伫2013年有条件开放生2胎，2015年全面停止1胎政策，2021年进一步鼓励民众生到第3胎。不过专家是讲，出生率仍降到上低，人口成长率都真歹阁提高，而且印度的人口组成较少年，代表劳动力有成长的空间，未来经济发展会阁较好。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国际上，移民违法偷渡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美国甲墨西哥边境车閘到一大陣委內瑞拉移民走來，警方是封路阻擋，煞阻礙當地公民出入境。另外，最近為非洲北邊出去順地中海上北去歐洲移民船是大大增加。目前各有2隻船，攏總1200人當提救援。
一架载至少400人的移民船，车到为利比亚出发了后，油料用完，船长弃船等人，漂流伫希腊甲马耳他之间的海峡。船顶有应付自动，高船身大量入水，车到暗发出化救的信号。管辖的马耳他当局至稳准附近上船补给食物、饮水甲燃料。目前，意大利海华警卫队已经去救。伫这个同时，因也咧进行西西里岛附近另外一架载有800位移民船只的救援任务。领导团体几下摆警告，为利比亚东北部港口上北欧洲的这条航线真危险。也毋过，近日春天犹原有大量北非中东移民为着走离祖国的战乱散车，赌家己的性命。顶礼拜六2天内，意大利海华警卫队已经救起约2000位的移民，将伊送往南佩杜萨岛，当地400人的收容设施，客入1800人。镜头转到美洲，墨西哥边境城市华雷斯，连接美国德州阿尔帕索的国际大桥，车站出现数十名委内瑞拉移民，因为社群网络流传美国当局特别允准因伫特定的条件之下入境。美国警方用铁丝网络将封锁通道，造成平常经过这条路前往美国工作也是上课的墨西哥公民无法度行，多甲移民发生冤家，对立紧张的局势升悬。¿Qué solución nos da 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Qué solución nos da a nosotros que no podemos entrar ahorita? 美国特别宣布，后礼拜起会加紧非法移民的庇护审查，为5月结束新冠疫情边境限制先做准备。顶个月底，华雷斯城的非法移民拘留中心火警造成40位移民死亡，和等待移民各卡着急。公司新闻协会中评论。来关心罗西亚甲乌克兰小战有掠真侪对方的兵仔。拜一是约好势要交换100个人转来，这个包括1冬前就互掠去的乌克兰军人。不过战争还未收煞，罗西亚继续攻击巴赫姆特，讲已经占领遐75块土地。一寡为战区撤离的民众是冒险捡救援的物资。士兵按几若只马术行落来，罗拜一再次交换战俘，罗西亚106个，乌克兰100个。有罗西亚士兵为着会当转厝欢喜流目屎。乌克兰士兵嘛感觉激动，即个会当回国的乌军，包括北镇守顿来刺激南方城市马里坡的兵啊，因伫去年战争拄啊爆发时，就被掠到单。Вдалося повернути додому ще 100 захисників і захисниць, воїни військово-морських сил, нацгвардійці. Серед них, до речі, оборонці Азовсталі. 罗目前也伫巴赫姆特战甲变变着，乌军讲罗西亚采用焦土战术。要空袭毁掉巴赫姆特的乌军基地和建筑物。罗西亚顿来刺激地区首长普希林伫进前公开影片讲，罗西亚军队已经完全控制巴赫姆特75派的区域。Ну, чтобы полностью говорить о том, что город находится под нашим контролем, пока преждевременно, то есть еще идут ожесточенные бои в западной части. 伫巴赫姆特战区西部数公里外的测索湖岸，民众冒性命伫炮火中捡人道物资。真侪民众是按巴赫姆特所开过来，不过这搭的状况并无较好，过去感觉是炸甲密密麻麻。Уничтожение так же, как и по Бахмуту. Я ехал, все видел, что дома уничтожали полностью все. Со слезами благодарим их, спасибо огромное. 罗西亚拜攻击几若乌东前线城市，乌克兰是计划进行春季大反攻。战争传出文件泄露关系西方国家要协助反攻的情报。乌克兰公开否认，讲这是罗西亚的资讯战来保护这个消息。公视新闻杨岩编译。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最近接见一个印度的查甫囡仔，这个囡仔问达赖喇嘛讲，敢会当揽一个？达赖喇嘛唔但答应，佮互囡仔甲亲一个，甚至甲这个查甫囡仔撕伊的喙齿。这段影片是引起真侪批评。达赖喇嘛的办公室表示，伊只是讲算笑尔尔，嘛已经回实了。这段伫网络上流传的影片是达赖喇嘛2月2日伫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一场活动中，甲一名印度的查甫囡仔互动。迄当时除了亲伊的喙，2个人的额头相磕。达赖喇嘛也阁对查甫囡仔讲：“你会当撕我的喙齿。”也毋过这名查甫囡仔并无照例做。
这段影片引起外界批评，认为达赖喇嘛的言行真不适当。达赖喇嘛伫推特公开回息咧，伊的办公室也承认这句话可能造成伤害。His wishes to apologize to the boys and his families, as well as to his many friends across the world for hurt his words many have caused. His Holiness often teases a people he meets in an innocent and playful way, even in the public before cameras. He records the incidents. 这个事件是发生伫由印度帮第三公司 M3M 集团旗下的慈善基金会所办的纪念培训课程。迄当时达赖喇嘛甲大约120名结业的学生互动，伊甲查甫囡仔几班小男也调工甲鸟搁笑起来。最后，伊甲查甫囡仔讲，爱向创造和平甲幸福的善良人生看齐。伫西藏伸出喙指，会当讲是一种良好的方式，为伫道理。HAQ 儿童权利组织谴责所有侮辱儿童的行为。佮表示，虽然有新闻媒体讲到西藏有向人表达敬意的吐喙指文化，也毋过影片看来并不是安尼。就算是这种文化表达，也袂当互接受。事实上，达赖喇嘛也捌伫2019年为事件来回息咧。迄当时，伊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的时阵，讲出未来的查某达赖喇嘛拢应该是迷人的。公司新闻黄慧玲编译。真侪人出国佚佗，拢介意去泰国清迈甲越南河内。不过，这2大 PM2.5空气污染的指数，刷拢已经超过标准要20倍，成做全球空气上歹的城市之一。观光业者嘛烦恼讲，营业大忙会害游客唔敢来。清迈天顶蒙蒙蒙，无论是城区的风景，也是远远的山脉，规个拢大蒙。游客相机摕起来难免失望。清迈最近因为森林火灾，国家当地农民烧稻草整理产地，所产生的乌烟严重影响空气品质。拜一清迈 PM2.5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世卫标准进步将近20倍。Yeah, I think it feels like warmer, and you can see at the environment that it's dusty. And when you clean your face, well, when I get to the hotel and I clean my face, I see the pads and I'm like, this is really, really, really dirty. 那游客感觉空气垃圾，当地居民嘛感受空气品质一年比一年搁较差，烦恼会引起过敏还是感情。商店是不满，观光客已经惊到唔敢来。เจ้ามันก็รู้สึกกระทบต่อการค้าขายเจ้าเพราะอากาศเป็นแบบนี้แล้วก็บ่ค่อยมีคนแวะจ้ะมันดูวิวมาหัน若是附近越南首都河内嘛面临同款的困扰，空气污染原因除了烧农业废弃物，市区内也阁有800万台汽机车排放垃圾空气。河内拜以 PM2.5超过标准17倍，这个申请带有新的气候出外透一来开，煞感觉真无爽快。Tình trạng không khí hôm nay thì nó về khách quan đấy thì nó ô nhiễm khá nặng. Tại vì mặc dù cái thời tiết của mình nó rất là mát, nhưng mà cái tình trạng không khí thì nó đem lại cho em một cái cảm giác nó không an toàn lắm. 清迈礼拜一排全球前3大空气污染上严重的城市，河内嘛是排前几名。专家建议这种情形出门上好挂喙罨，同时避免伫户外运动。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中国连续3天军演，国防部是公开空军太平的画面。不过，一个飞官手骨家的徽章是干影目，是一只手握国旗的台湾乌熊，猎捕另外一只小熊维尼。因为网络顶端有真侪人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合作小熊维尼，所以这徽章一声就引起讨论。即马是已经卖甲无货啊！中共发动宽大军演，大海紧张形势提悬，空军飞行部队全日太平。军方在一张相片当中，一个飞官的臂章欠大家眼光。这台湾乌熊拍小熊维尼的图案，其实不是军方设计，是桃园一间军事文创礼品店设计。中共从去年8月份扰台到现在，就是不断的对我们的国军造成一些困扰，然后对我们的国防安全造成一些困扰，所以我想要借由设计这个徽章来帮国军打打气。
头家表示，提中华民国国旗乌线代表台湾，暗指习近平的小型维尼手抱的笔管啊，顶悬有象征中国国旗的5青图，用英文写紧急情况下全年无休。这个笔种伫网络红起来，不只受国军兄弟的介意，伫民间也比较欠费。对，因为昨天媒体露出之后是有一些订单，那目前库存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跟工厂做一个追加，这样。这现象也引起外国媒体关注。路透社指出，乌形拍维尼图已经成做台湾反抗中国打压的上新象征。不过，伫引起讨论了后，空军单位表示，部队官兵若要挂灰这是徽章，爱先得到同意。公司新闻将回应朋友。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中国的行程结束，不过伊讲欧洲无应该因为台海的问题介入美中冲突，引起批评。国际对华政策下国议会联盟 IPEC 就批评马克龙甲威权体制落难，立场违背全欧洲的共识。法国总统马克龙前日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了后，接受欧洲媒体 Politico 甲法国记者联访，指出伫欧洲战略自主的结构之下，欧洲应该避免因为台湾问题陷入美中冲突。这讲话也引起真大风波。国际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成员七早发表联合声明，强调马克龙言论不代表欧洲，也强调伫北京扩大南海军事演习行动。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继续表达支持的时机，马克龙讲话无疑是对台湾无必受高惨，不止轻视台湾对全球经济重要位置，也旗鼓国际社会10年来对稳定台海局势所做的努力。马克龙自2022年底访问美国，甲总统拜登发表联合声明，讲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透露两国伫台湾问题顶悬有共识。即马才为避免因为台湾加入美中冲突，甲重要议题顶悬应该挖靠美国的讲话，引起外界批评。马克龙目前的立场明显甲欧洲无同，也质疑法国是毋是带领欧盟加做美中之外第三强权。针对马克龙讲话，美国白宫则强调，强调两国依然会伫重要议题顶悬密切合作。We're very comfortable and confident in the strong alliance and the strong friendship that exist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And there's a lot of terrific bilateral cooperation just alon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 We're focused on that. We're focused on making sure that together we're meet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requirements of both our peoples. 马克龙伫结束访问中国行程，登去法国中途，中国就启动台海军事演习，互外界看作是报复蔡总统外交出访，甲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Politico 引用亲近马克龙人说话，说明马克龙对中国3第1离开中国了后，才举行台海军事演习的安排，真满意。法国官员也透露，马克龙甲习近平的会面也密切讲到台湾问题。Politico 指出，甲美国欧盟比起来，法国伫台海问题顶悬的了解空间明显是更较宽松，甲无清楚。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咱台湾驻守巴西圣保罗办事处有一个姓王的组长跳楼自杀，家属质疑是工课场的顶司甲霸凌。今仔日佮公布录音档案，证明这个姓王的组长伫台湾的时，毋捌因为心理问题去互医生看，毋是因为有郁症才会行地路。而且巴西当地诊所嘛讲，工课对这个组长的心理伤害是真深。那外交部是强调讲，目前还搁咧调查，等厘清事实了后，才会对外说明。我没有拿任何公家的1毛钱，我没有拿任何公家的1毛钱。驻巴西圣保罗办事处姓王组长3月中，伫所住的大楼坠楼身亡。在新进前录音档见光，威松执期翁在坠楼原因可能干涉无愿意攞出小小警官关下修宪会假这场霸凌。不过，顶日外交部表示，相关修宪经费伫去年6月已经结案，王组长是伫同年7月交任，并无经手也是参与处案。2个案子看似无关。但它确实有它的因果关系的存在，它是同一个包商。我先生是不是在他核销的时候面临的一些非常巨大的压力跟煎熬？
加上这期王组长在新进前后主管社办处长霸凌和问之死，王组长的阿金也出现伫记者会真激动，加上强调说王组长真开朗，并不是社办处长所讲的有忧郁症。除了出13年来伫台湾的就医证明，完全无看过心身科，也公开巴西当地诊所恢复的批，讲王组长的心理状况是因为甲家后长期距离遥远，过来是因为工作方面受到压力有所影响。其中工作来源显然对王组长造成更加大的心理伤害。他在圣诞节、过年的时候，我们都通过电话传过多少他开心出去玩的照片给我，他健健康康的，我不敢相信，我不能相信，我无法相信他是因为忧郁症而轻生。我们从来没有指称王组长有忧郁症，王组长轻生的原因我们外交部不会预设任何的立场，一定会进行完整充分的调查。家属也要求外交部纠职社办处长佮落台负责。外交部强调，目前案件属于行政部门调查阶段，但厘清事实了后会佮对话说明。目前政府处人员还未前往，必要时也关系到现场进行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安达台中有一个公立高中的学生，拿枪互学校7个老师霸凌，心内郁卒抓行地路。学校昨公布调查，认定前学务主任、佮有主任教官等等，拢总4个人管教不当，会进行行政处分。台中市一个公立高中的学生，疑似因为伫学校长期受到师长的霸凌，今年2月行地路死亡。3月底，学生家长开记者会公开，涉案的7个教职员全数调离现职等待调查。学校校事会议调查结果7日公布，认定前学务主任、主任教官甲2个学务创新人员，这4个人牵涉不当管教，按教师法等相关的规定，送考核会甲委员会行政议处。学务主任、主任教官及2名的学创人员，他确实有不当管教，造成学生身心上的状况我们会再展开一波霸凌这个调查，但是我们会要求学校也是加速进行。本案引起各界关注，教育部7日证实，已经派专案小组去台中调查，拍算4月中旬就完成调查报告。人本基金会就批评，比较之下，台中市教育局自头到尾拢无要介入，但个手伫咧霸凌调查结果进前公布校事会议的结论，根本就只是要甲代志压落。台中市教育局呢，它只针对校事调查的报告结果去做处理，它并没有把霸凌的调查报告一并整合完整，把整个事情的原貌梳理清楚，它只是急着想要灭火而已。当时学生的家长无愿意受访，委托人本讲到单也咧等，望要理清规站事件头尾。也那涉案的另外3名教职员，包括省副组长、佮1个教官、1个学务创新人员。教育局表示，等若理清事实，确认无牵连了后，就会准转去学校服务。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一间高中禁止学生伫学校用手机啊，不过学生甲民间团体投诉讲，学校的生活辅导组长伤过严格。若阵甲手放伫桌仔下骹，都会互怀疑是咧偷用手机啊，而且组长阁会敲拖仔甲册包。学生指控老师抄物件过程拢无录影是违法所在。下课钟仔一响，学生就行出教室活动。台湾青年民主协会正正收到学生投诉，讲高雄一间高中的生活辅导组长，因为学校规定袂当用手机啊，上课巡视的时阵，若真发现学生的手放伫桌仔下骹，就会入去教室内底抄学生的拖仔甲册包，而且全部过程拢无录影。走进班级里面去翻他的抽屉，只为了看说这个学生是不是在用手机。但其实这位学生的手机早就已经交到手机柜，根本不可能再用手机。那生辅组长所以翻抽屉找不到他的手机，就说你是不是把手机藏起来了？学生质疑这是违法所在，台湾青年民主协会嘛表示毋纳一例。若学校接到通报，解说讲组长巡视甲老师上课拢有发现学生违规咧用手机啊。要确认的时阵，煞因为学生的外套盖伫桌仔顶悬，才会个外套刷叮当，看拖仔内底有手机啊无，并无直接敲拖仔。不过无录影确实有违规。教师确实有移动学生外套，检查抽屉的时候，并未依规定要全程录影等作为，与相关规定有违。学校将立即改善辅导管教措施。
教育局表示，学校根据高级中等以下学校防园行动载具使用原则，定出使用的规范。学校规定学生爱把手机锁伫橱仔内底，下课甲困中昼拢袂当使用。学校刷落来会针对使用的规范，找师生甲家长过来讨论。若台湾青年民主协会强调过，照规定，老师若是要搜查，就要有证据，而且拢爱录影。若无就会侵害学生的人权，对老师嘛无保障。高雄市教育局表示，会请学校针对沟通佮管教的方式继续来调整。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国立台湾科技大学甲私立的华夏科技大学，今仔日拢通过合并计划书，是国内公立甲私立学校合并的头一个。华夏上紧5月宣布停招，现有的教职员大科大拍算要用专案接收。大科大甲华夏科大要整并，今年初互教育部证实了后铺上台面，两校伫2、3月成立整并推动小组，4月11各自召开校务会议，拢通过整并计划书。但华夏科大会当初会通过上紧5月初报教育部审议。大科大强调用顺序渐进分期整并。华夏表示，还未退让清算，无法度随关校地予大科大。我们会朝向这个综合校区先借给台科大，他们先来规划使用。那这个所谓的借，当然是无偿借给台科大。过渡期华夏校地会无偿予大科大使用，由大科大负担维运成本。华夏科大指出，大科大也答应30个学分的学程，华夏学生会当免费选修后学年，会伫华夏校区开3万个微学分。另外，华夏现有的教职员大科大准备专案接收，以提计划书的模式，然后让教育部这边在部里面呢，帮我们来审阅这样的一个提案是否可行这样。也毋过，事后工会指出，大科大现有专案教师比例超过教育部规定，若照大学法，国立大学要聘任新的老师，需要公开、公正、公平，也有事后国保转劳保的问题，也是两大难题。台科大不可以只针对华夏科大老师私相授受或者去读后，华夏科大的教职员要从私校的公保再转成劳保，这样的一个权益的损失都还没有谈到，光是法令做这样的一个教职员的安置，就会有考官的问题。华夏科大表示，整并计划书无广告教职员的权益，也毋过董事会会提出规划，但精算了后会督促相关建会。那112年会期全申请入学，已经申请停招，但教育部核定整并案，才会正式宣布112年全面停招。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大约有8万个帕金森氏患者，不过目前的医疗技术也无法度是医甲好利利。台北科技大学英语教授林宏儒，家己嘛得着这款病，研究出新的疗法。伊本地是坐轮椅，治疗了后已经会当行、会当走，佮帮助17个患者改善镜头。这个效果嘛已经发表伫国际期刊顶悬。加进红外线的设备搭伫个头壳，活化已经受损的细胞，搭配补充清水，避免细胞过度破坏老化。这就是当咧研究的帕金森静心疗法。北科大英语教授林宏儒2010年确诊帕金森症，经过7年的研究，18个患者的临床试验，发现这个疗法改善因的运动障碍问题。另外，身为患者，伊家己也亲身试验。我在开始使用的前一天。我还坐着轮椅，到第4天我才猛然发现我能够跑。有另外一位，他也是当天就能够跑，可以大幅的提升行动力，有效的改善一些行动障碍以及吞咽功能、讲话功能。医师表示，帕金森症患者是因为脑中的细胞受损死亡，致使负责神经传导的多巴胺无够。虽然患者初期会使使用药物来补充，但是定定只有初期的效果较好。这个介入的方式主要是一个非药物的介入哈，利用物理的方法可以去刺激，将来还是要搭配这个药物的治疗，它是一个类似辅助神经元细胞可以更有活性。那至于说有没有机会让这个神经元细胞可
可以活得更久哈，不要因为这个疾病的关系而过早的死亡。这一部分我们还需要将来未来更进一步的研究。虽然这摆18个人的研究成果袂歹，但是医师表示，目前也无法度判定这个疗法有效，也阁需要较大型的临床研究才会当判断。不过，确实让帕金森症患者看到一个新的希望。记者郭伟谢桂林台北报道。来看中央山尾有一个七彩湖界水，有真侪人会专工去看。不过最近有民众驶集伫遮甲附近的检查搞过，画面伫网络是引起争议。花莲林管处甲警方目前已经介入调查，嘛谴责这款破坏生态行为。日本啊，伫山坡顶劈来劈去，按规片剪顶啊搞过去。随着有民众伫南投花莲交界七彩湖区，看到这场生态灾难，影片传到网络社群，引起众人的质疑。我的建筑都死光光了，七彩湖耶！很多的吉普车会在我们的草原上进行的做一个竞速越野的活动。开放山林政策是一个政府的一个美意，但是有一些不遵守山林规范的一些登山客，那也间接造成一些山林资源的一个毁坏。七彩湖海拔2980米，是台湾面积第2大、最深第2深的高山湖。当地唔但是林务局的林班地。搁个是原住民本论的传统圣地，大陆国的传统腊肠，和吞大的玉山基地，伫水土保持甲高山生态下扮演重要角色。花莲林管处谴责赛车民众损害山林实物，已经涉法刑法毁损罪，会移送警方侦办。它那个地方不是草皮哦，那个地方是建筑，我们给予强烈的谴责。这样的行为呢，其实对生态会造成很大的浩劫。那相关的市政呢，我们会提供给保期去做相关的调查。影片内面，还有看到山友在露营，林管处会派人去搜证，调查是不是有违规起火、错查这行为。警方会照车请车主说明，追究违法行为。记者综合报道。来报一个好消息，互天文白知影。台北市立天文馆表示，下暗会当看到金星甲昴宿星团相拄。金星是为地球看出去太阳系上光的行星，若昴宿星团佫封号做上水的星团。只要天气好，民众夜头就会当看到。相片内底圆圆光光的，就是金星，正边边啊一粒一粒，就是昴宿星团。台北市立天文馆表示，10月这天暗时是观赏金星甲昴宿星团上好的时间，嘛因为真容易辨识，有上光行星甲上水星团相拄的讲法。所以西城的时间大概是9点多，所以会建议大家尽可能把握到8点半以前的时间，因为越接近9点，其实它的仰角会变得很低，那你就必须要找西边比较空旷、没有遮蔽物的地方。天文馆表示，金星是对地球看出去暗暝上光的行星，只要无云就看有，距离伊2.5度范围的昴宿星团有200-300粒星，会有蓝色的光，用目睭看应该有5至6粒，其实因逐当拢会相拄。不过，看金星离太阳到远角，互咱天暗的时看会到。另外12嘛是看今年头届水星当代剧的时间。东大剧跟西大剧的时候，其实都是观看内行星最好的时间点，因为表示这个时候它刚好离太阳视角是比较远的，所以看起来会比较容易。天文馆表示，当代剧的意思就是水星会落伫太阳的东边，民众会当伫日头落山后，徛伫西边，直接看，也是用相同吊镜看，拢会使。若透过天文吊镜放大，更加通看到伊亲像过捌的模样。记者台湾曾准由台北采访报道。真侪人拍电动，拢捌算过超级马里奥，内底角色甲音乐拢真出名，通人知。即马佫改编做电影。最近伫全球开始搬，头一个礼拜就拍破纪录，真做票房上侪电影。红色蓝色吊架裤大片个好手任天堂经典游戏角色马里奥，因讲是全球电影迷囡仔时代共同记忆。美籍合作超级马里奥兄弟电影版，请伫国外节假期放送，全球第一礼拜票房有过3.77亿美金，合新台票差不多115亿，马上拍破冰世纪 NG 的109亿新台票纪录，成做第一礼拜票房上赞的动画电影。
在首映会这一天，为角色马里奥加瑞吉配音的克里斯普瑞特甲查理戴配合角色穿红色甲深绿色的西装，坐小水港的专车到场。 It's very precious to everybody, to you, to me, to everybody who played it from 1985 until now. It's a lot of people. The pressure's on. 为佩奇公主配音的是因为影剧，互伊起名伫全球红起来泰勒乔伊。粉红色赛车中也为佩奇公主特别定制，伊表示进前真烦恼家己演的角色只是需要互英雄救的救赎公主，啊，不过这部电影会大开眼界。 And I was very, very surprised by how much it moved me to see the film. Genuinely. The concept that this is a role model that kids will grow up with, that this is what they'll see not just as leadership, but female leadership. It's incredible. 超级马里奥兄弟是任天堂公司的经典游戏，伫1983年出来。内容是香港王国的马里奥加瑞奇水工工人兄弟要去救互库巴魔王绑票的碧琪公主。红白机版本的马里奥兄弟全球卖超过4000万份，角色甲游戏配角拢真足经典，常常被当作致敬的题材。电影版进前的影评口碑其实无出调，啊，不过观众真捧场。互媒体形容影迷大战影评人，靠怀旧情怀写家人票房纪录。公司新闻张如平评价。 病院要提供予病人的食食较注重营养甲健康，可能就无啥人介意食。不过来看比利时，就有一间病院伫专家的指导之下，用淡薄的时间来改善病院的食食。最近就得到法国美食评鉴的认证，毛真侪病人学了讲好食。食饭时间到啊，战俘史特卡特甲工作人员送来大圆餐掀开，开始要食饭啊。看盘顶有荷兰叫名的料理寿心霸堡。 也就是调味过假肉，搁加哈姆 cheese， 搁再用面包糠粉包起来肉羹，边一个红淋淋马铃薯酱料、塔马豆汤，点心是毛乌乳酪，一个加水果。Ja, ik vind het wel belangrijk dat er lekker eten is. Dat motiveert ook om beter te worden. Het herstel is toch eenvoudiger als het eten lekker is. Het gaat vlotter zo. Als het eten niet lekker is, dan zie je daar al tegenop tegen dat eten en is alles toch wat moeilijker te verwerken. 一般便提供予大鱼病人的餐点，较讲究健康营养，不过食起来可能无讲介好食。在比利时西部科特雷克的这间大型教学院，想要做改变，就请真有名的美食评鉴机构高德米鲁的饮食专家来现场指导。What we tell to the caterers, well, it is. Use good products, do simple things with it. People don't want necessarily too complicated things. Make it healthy, make it tasty, and just try to do right. Try to cook for them like you would cook for yourself. 经过1年半的调整，凡赫特出的这间灶下，唔但是符合大鱼病人的口味，还佫摕到高特米鲁总部西无瓦美食2023年一等百冠无瓦荣耀，并4月拢有人看到高特米鲁的认证书。Het is natuurlijk belangrijk dat de patiënt goed eet. Ook in de strijd tegen de ondervoeding is het belangrijk dat de smaak goed is. En bepaalde oncologische patiënten die hebben minder smaak. Daar gaan we extra aandacht aan besteden, extra gaan kruiden bijvoorbeeld. Dus zodanig dat de patiënt effectief meer eet, dat maakt deel uit van het genezingsproces. 今年7年之南拢共款受过饮食评鉴的高特米鲁总部西无瓦美食的评分标准，有1分到20分，是用总部西冠无瓦做标志，一等冠无瓦就代表11到12分。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天气报你知，最后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19度到27度，中部地区19度到28度，南部地区19度到31度，东部地区18度到27度。外岛地区15度到26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